就是这个所在哦，足侪宝藏的。摕宝藏之前，咱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台语囡仔看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是梁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香。大家好，我是建芬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川。大黑，我已经准备好会当摕宝藏啊！会当摕宝藏哦。是啊。我甲你讲，哈，这个哦，探险队员来哦，我甲你好消息要甲你讲。我最近啊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哦，有一个哦足勤恳的工课互我做。只要哦去哦领钱的迄台机器有无？去甲斗领钱啊，领4万块就会当摕5000块，而且哦无限年费。我最近拄好想要买物件，啊，互大汉吼安尼甲我鼓舞哦，我请吼安尼心痒痒呢。上起来无？嘿上起来哦。你要做伙去无？有可能是诈骗。你讲有可能是诈骗，我感觉是安尼啊。什么？是安怎伊要家己领钱，要找你领啦？因为阮朋友好野人呢，好野人吼，迄代志拢足济，对毋对？哪有可能有家己有时间去领钱去银行，对毋对？伊讲吼，叫我互伊名啦、住址啦、电话号码啊，啊，还有身份证号码，上重要就是爱去申请个良民证。等者你拄则讲啥物良民证？我感觉这应该是诈骗，你有可能互骗，唔知影即摆哦已经是车手啊。我是无听过车手，我听你咧车漆咧。我车漆，我是要倒位车漆。哎呀，无叫我开车，哪有可能是车手？你真正系大家拢菩萨的心肠，你拢哦，大家拢黑心肝，你真。我甲你讲，你较冷静的，你应该是拄到迄种哦金光党，伊家己哦袂出面，哎呦，你骗迄个受害者的资料，伊袂出面去领钱，伊叫别人去领钱，要出面的人就是车手。而且你拄则不是讲叫你去办啥物良民证？良民证啊！良民证主要就是要看讲哦，你是不是有做过迄歹代志？啊，若是你去办了后，啊，你反悔无想要做车手，伊赶快会当甲你遮的资料吼，摕去用，摕去做其他犯法的代志。进前新闻报道有讲，有迄车手年纪上大有80岁，哎呦，啊年纪上细有10岁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啊。有可能咱身躯边有一寡人哦，无说咧做车手哦。啊！哇！那不是恁朋友？对对啊！啊，你咧摕遐侪现金啊？啊，搁金箍箍。阿嬷，你是会去做车手？啊，你是咧黑白讲啥啦？我这是金箍箍。金箍箍，迄船仔顶的金箍箍要无啊？我去补充啦。啊，你是咧讲啥？什么做车手？到底是安怎啦？我嘿什么啦，代志啊？被大黑向我叫骗去做车手。啊！你做车手。要么叫骗去？啊，你那一寡警觉拢无啊？我来讲，因为迄金光党因分工哦，迄足幼的啦，啊，而且哦，因会用这个假名，迄警察查袂到。虽然讲你唔知啊，啊，毋过你共款有犯这个法律的责任，你也赔偿这受害者的损失啦，啊，佮有犯这加重诈欺罪，啊，佮有这洗钱罪。哎呦你若是车手，愈做愈侪改，惩罚愈来愈悬呢。安尼我要问你啦，遐金光党的人拢会用啥物方法，甲人洗去做车手啊？啊，就亲像拄则你讲的，迄薪水足悬的，啊，你无需要经验，你就会当真紧趁到钱，啊，佮叫你去领钱啊、收钱，啊是哦，甲钱哦摕去互别人，这要特别注意，这有可能会变这种车手。队长，今仔日你讲的知识实在太好啊！加在你有讲，阮爸大下才袂去用骗你啦。是，感谢队会长。当讲是你解救阮爸大下，多谢你啦！好啦，为着要表达，阮要甲恁报恩，好，就互恁来摕宝藏，好唔好？好哦。啊，你敢准备好啊？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搞。什么龙虎笋？咱身躯边定定看到生活用品，经过上挑的我小动一粒骹手，随便做好耍挑战。探险队，恁千万唔通看轻这的物啊！若是唔捌半项，可能就摕无宝藏哦。嘿嘿，准备接招！什么龙虎笋？嘿，安怎算？恁敢知影？拢知吼？还是我小讲一个好啊。好。就是你摕到一个鸡龟啊，鸡龟啊放伫杯仔内底，你爱甲鸡龟啊分起来，分到足大个，你才有法度甲下骹迄巴肚互队友看。队友，你若是讲到5题，就通摕到1块大片，10题就2块大片，有了解无？了解。准备接招，
赢来噶，还是更平，更平掉，来，他先讲哦哈。哎呦，哦，什么？你能够，哎呦，厉害嘞，玲珑果啦，好3节哦。哦，这是什么？阿辉，阿辉，阿辉去，阿辉去，伊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讲法，伊要被穿开啊！还是要 pass？伊要被穿开啊！算是。多亏啊！到底？等一下，豆浆，豆浆掉，豆浆好，然后这里哦，来，来，伊啊顶头迄地是啥？啊是要 pass？记得伊要分去啊！怕是要分去啊！pass，我感觉这边最精彩的嘞。来，来，什么？神，神掉，好，注意。地方你够开无？够开啊？有啊，你给我跪！你够开啊？哎呦，什么？李亚倩，你啊这水啊！哦，赞哦！已经高地啊，高地落地啊！啊哟！哇！哎呦，来穿，就很快。高粱红，哇，厉害耶！来，人家来豆豆来，来，要给我时间的哦。西京，时间好对，会这样在地啊咧。蚵嗲，乌点，对，会用的，呀，乌点。听这伊讲5点，咱这间，阮这间唔是乌点。加多，加多，菜刀、剃头刀，即摆经几地咯？高地咯。高地啊！我已经到地啊！哎呦，什么？草莓、我知啊，Cherry。樱桃，樱桃掉，桂冠。过关。好，头先看到迄阿辉讲啥？阿辉去，阿辉是啥用的？无唔对啦，毋过伊原本家己的名哦名，叫做水泉。水泉。嘿，咱咧泉无？啊，搁另外一个讲法是蒜汤。蒜。蒜汤，嘿，蒜汤。啊，再来这伊啊顶面这地是啥？伊竹啊，伊珠啊，啊，毋过伊珠啊是较薄，哦，啊，较厚的叫做点啊点啊，伊点啊较厚，所以咱念一个伊点啊，伊点啊，啊，伊珠啊，伊竹啊，伊珠啊较薄，速度啥物？10分10地，通啊摕2块大片，来，请咧。摕着大片大小个念出来，台湾的农产品。牛轧糖，好，真好。香瑶来大霹雳。咱太阳对来讲，好。好，第一关随去恁摕着2块大片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行来个。有话做你讲，身为探险队员，开炮来弹海贼，若拍到硬海贼，就有一摆做过机会。我就来看恁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，我伫遮祝福恁永远写袂掉。哇！队长啊，哎，听讲恁今仔日的探险队员哦，迄组织无啥共款哦。那组合无共款，今仔日来的是家弟啊，家弟啊，家弟啊，你敢会当甲大家讲，恁小弟是倒一位？阮小弟是结婚，结婚，啊个美芳，你小弟咧？阮小弟是大川，大川我感觉上特别是拄则因两位甲我讲，因红个啊就熟悉啊，啊，红个啊是打怎生出来是恁就熟悉啊。就是抹过了，我为了哦，熟悉。所以伊熟悉10几档咯。啊，不过上厉害的是，拄则因甲我讲，因两个拢家己出去耍。哎，两个咧真正感情足好。对啊，袂歹。好，来甲恁讲，安怎来伫即关摕到大片？2关有1块大片，4题若拢对着2块大片，了解哦？了解。来，上讲较准的哦，准备接招，行来个，看好势啊哈。来，大迄个你看起来上讨厌迄个。红小姐吗？上讨厌迄个哦。直接在端，啊，你上讨厌我？接我。安尼啦。啊，等
伊要甲你收起来，你要搞收起来，足专心的呢。伊厉害，第一球就搬掉啊！哇，两球哇！这是第二颗呀。阮在收冰收的物件的时阵，找到一块鱼肚。我咧收票在物件摕到一个鱼肚，收到鱼肚嘞！哎，甲看一下，甲看一下，有什么物件啊？ bonus 来啊！哦，啊，你想看嘛？中迄字是啥哦？强呢。啊，你要甲讲嘛？亮吗？好好，收起的时阵，较继续个，我爱想看诶。哎，有啊对啊，哇！阮妹妹因为落雨发烧咧好，落雨发烧咧好伊。无该落去啊！啊，这位，哦，来，会袂歹，豆豆来呢，真好呢。厉害咧。哦，今仔日上科呀，拢上的。对啦，哎呀，我个人哎，我甲伊讲一下哈。小妹点，小好时分，安尼是会。哎，敢会对，敢会对咧。哎呀，有啊咧。啊，对啊。豆豆来哈，我真厉害啊！灌埋呀，你叫后边，灌埋高调。啊有啊，这可以啊！阿姐哈，我咧听广告的时阵回信息，哦对，好来等我来。秘书来，哦，伊听广告就无用诶，多我就回信息啦。紧哦，紧拍了，啊，差一点马上扛一个所在哈。啊，过去。哎，时间到，好甲好。你咧落雨的时阵，迄雨足大的，敢若人咧哭咧。哦，哦，形容啊，诶。风真好形容诶，风足透诶，风太雨，哪亲像人咧好。嗯。真好。袂歹。落雨的时阵，我骨头受伤咧哭。啊，所以。大川好啦，来看觅你通摕到几块大片，因为 bonus 有对，喂咱有嘛收一块起来，所以恁3分通摕到2块大片，来请摕。来，摕着大片，甲看卖大声念出来。咱做伙念吗？应该，恁家，啊，用好的方式讲。四个个，大皮的哦。是个个。好，咱来吃。已经摕到4块大片啊，上尾关一定要收起来，准备接招。那个，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恁有偌高选。探险队，甲恁问一个哦，恁平常时啊伫校敢有食营养午餐？哦，你无，因啥？无阮两个是阮妈妈甲阮送便当。哦，甲恁上便当哦。这你好。真好诶。来，安怎来摕大片？听我讲，一题有一题大片，2题就有2题大片，要了解哦。了解。来，做伙来看 VC 啊，赢了个。大家好，我是探险亲像行走卡非常勇敢的王一家，巴肚有够枵的，今麦总算是换我吃中昼饭咯。哇，伊家，你安尼袂使哦，每一项食物的营养拢要照顾，安尼才有健康啦。不过我就无爱食菜啊。阿请问你是？哦，我是学校的营养师。哦，安尼要安怎食才会营养啊？我来甲你讲哦，只要你记得一个足简单的口诀：每工早暗一杯牛奶，每顿水果拳头大，菜比水果加淡薄仔，饭甲青菜共款多，豆鱼2目一掌心，顶果精致一地时，刷落来就要教大家要安怎食才会健康哦。我的营养午餐就完成啊，看起来足健康，佮足营养的呢。是啊，咱的营养午餐哦，除了爱顾着咱的营养之外，佮有一个足重要的，会使甲咱的食物变甲足好食的魔法术。即马咱来欢迎咱学校的总铺师阿舅生。阿舅生你好。
就使是为什么会当变无法？像今仔日咱的乌牡丹内底有含着囡仔上讨厌的菜虫啊，咱就把伊切到细细角，炒过了，咱甲淋对两汁内底，甲拉咧落去煮，安尼囡仔要紧嘛紧袂起来。请问小平，你感觉今仔日的午餐饭好食？好食，好食，拢食了啊呢。啊，菜虫啊，感觉正，敢会使，所以你感觉今仔日拢足好食的。哇，有够厉害的呢！是啊，加食一寡青菜甲水果，除了会使食到咱的维生素甲矿物质，就是纤维会使互咱食了会较饱气，伊嘛会使帮助咱的肠胃哦，会使叮当吼，帮助排便，避免闭结。对呢，我感觉我最近就有闭结的状况呢。哦，是哦，安尼拄好，我会使甲你考一个。哦，请问你，高头果加奶子，倒一项水果，才会使帮助咱排便呢？这我唔知呢，还是我来问小朋友好啊。请问小朋友，你敢知影若是拄着闭结的状况，是爱食高头果，还是爱食奶子才会当帮助排便呢？帮助排便，到底是要食啥？奶子还是高头果？高头果，高头果是安怎是高头果？因为有维生素 C 个，一个是青色的，甲青色的。对。但无道理哦。所以恁的答案是高头果。高头果，敢安呢？哎呦！所以恁的答案是高头果。高头果，敢安呢？哎呦！对啦，就是高头果啦。因为你若是需要闭结吼，你就是爱加啉一寡水，还是讲你通啊食一寡较好的油脂，伊会帮助你润肠通便。啊，那亲像青色的高头果啊，伊就是内面迄个食食纤维足悬的，啊，营养价值嘛真好，所以伊就会帮助你排便。奶子哦，就是你食伤济，伊会交火气啊，火气大，所以奶子食拄好就好啊。啊，伊伫遐伊真正足甜的。了解哦。了解。我来建议啊，第一题对啊啦，来后一题现来看。阿朱师，听讲你平常时除了会煮营养午餐，佮甲营养午餐送去其他的学校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这算中央厨房，供应附近7间学校。哇，那么多！跟我哋差不多超过3000人的参数。安尼你观察所有学校村上济是啥物？你若中间有出鱼仔的是鱼仔的喷的量是数量较济。不过鱼仔唔是算是肉类，为啥物会村上济？因为小朋友伊一般会惊鱼仔有臭臭味、甲土味，所以就唔敢食。啊，不过咱会使用红烧的方式，互囡仔接受度就会较悬。不过这鱼仔足侪刺的呢，要安怎食？哦，安尼就我来教你哦。好，第一，咱就甲迄个鱼鳍，甲伊拔掉，好，拔起来。啊，过来就是为中央会有一个线，就是沿着即个鱼鳍的所在，安尼画一道遐。啊，过来就是为面顶，吼，倒落来，安尼拔落来，啊，拔你面顶，啊，安尼肉拢会使食到，吼，就袂食到鱼翅啊。哇，安尼换我来试看嘛，简单呢。啊，为中画一条线，哦，安尼面顶拔拔咧，下骹嘛拔拔，哦，赞的哦，足赞的呢。安尼我来食看卖哦。哦，足香的呢，足好食呢，无土味，足香的呢，感觉规条鱼仔拢会当食掉安尼。无过伊哦，伊足营养的，而且伊的卵白质较悬，啊有较少的油，所以是足适合帮助囡仔发育的食物之一哦。原来食鱼仔的好处遐尔啊多呢。不过讲到鱼仔，就互我想到一句话，叫做“鱼食流水，人食脆水”。请问小朋友，你敢知影这句话的意思是咧讲一人介意一款的意思，还是咧讲好嘴的人缘会较好的意思咧？所以想看嘛咧。第一。
你看因姊妹啊，自红的啊，甲即马感情拢最好，即马开始要跳爆伊啦。啊，我知影是咱来投票，恁感觉是一人改一款的车野手，啊，改了一票，啊，你就尊着边仔的人。啊，好吹的人靠人缘请野车手，手， 3票，3票对1票，所以恁选的是好吹的人靠人缘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来，敢安呢？哎呦，那有可能才拄好啦。哇！你看人家的表情，嘴水，意思就是讲人足好嘴的，啊，足好讲话，就好讲话人讲哦。嘛，介意听好听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若较好嘴水，你人缘当嘛较好。啊，两地拢着有两块大片，请摕啦！哎，摕个大片，赶快把大小个念出来。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咱快头前快头哦，前哦，海鸥啊。还有倒去你，直接倒。会当洗哦，会当甲洗落来。好，来吃，好来，请坐。下坐下坐。这两组车底啊，真高，摕到6块大片，啊，毋过敢摕到宝藏嘞，很难搞。6块大片摕宝藏，敢摕到啊，敢摕到。啊，恁敢有想要刷位嘞？大川有要刷无？好。哎呀，安尼。好，好，一边刷一边刷。爱配超过1空才有准绳哦。好，手甲花咧。命运敢会创治人？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结婚，车背。哎呦，爱配超过1空才有准绳，我要配超过1空。啊有啦，过1空啦。好啦，颁奖颁奖。你那个贵就空啊。你看，你爱耍嘛？差一点仔就无掉啊！摕咧无啦！拜拜拜拜。哇，这大组是啥物物这件啊？大组来自这新客。恭喜恭喜哦！好，咱这是轨道平行机器人。哇！而且伊个轨道差不多有超10外种，对你当一直去变化嘿。啊，有这个机器人，看伊要安怎行，今仔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欢喜。可以啊！好，啊，姐姐来讲一下。小可紧张，小可紧张但是嘛足欢喜的。啊，好，多谢多谢。来，啊，李兄你咧？欢喜。欢喜。大川你咧？欢喜。欢喜啊！好啦，继续讲台语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